暖暖十门课，咱来故事看万庄脚囡仔用心话，咱的故事看万地。欢迎空中好朋友收听今仔日暖暖十门课节目。随着政治的改严，1990年代台湾的学校也渐渐改进，奉上对学生囡仔的头毛也佫有制服的规定，毋免佫再加底头章穿制服。学校会当自由设计校服，或者是让学生穿便服去上课。过去国校标准的白衫蓝裙，渐渐伫校园消失，变成历史的记忆。我喜欢上学，喜欢白色制服的气味，喜欢走在路上时蓝色吊带裙窸窸窣窣的声音，喜欢学校里的同伴，他们和三合院里的鸡鸭鹅猪不一样。我介意读册，介意白色制服的气味，介意行伫路林的时，蓝色的学生裙窸窸窣窣的声音，介意学校的囡仔伴，因甲阮町里的鸡、鸭、鹅、猪仔无共款。阿君互眠床边伫大响的乱情仔声吵甲困袂去。以前伊拢无发现乱情仔的声音遐尼大。袂使，我要赶紧困，也无明仔载会袂赴。但是伊翻来翻去都是困袂去，坐落去开始胡白乱想。伊就会互老师罚徛，查甫的拢爱欺负查某的。啥人若敢欺负你，就甲拍倒转去。若有人欺负你，就爱甲老师报告。阿君还阁想到拜六妈妈带伊去买制服的代志。头家，麻烦你甲我摕伊会当穿的白衫甲卡其制服，还阁爱有吊带的裙。我看一下，妹妹应该穿上细号就用得。哦，来，这领直接套起你就好。哈，直接套哦。阿君妈妈当咧想讲，安尼试穿袂准，毋过看到店内闹吵吵的人群，嘛只好准拄线。好啦，阿君，你套看卖咧。妈妈甲白色制服的纽仔扭开，互阿君穿，再搁甲蓝色的吊带裙套起嚟，甲伊系一连，百根裙褪开，亲像一支小雨伞共款。这领裙足水耶！有介意无？有介意，妈妈你看，洗衣裤会变做衣形呢。阿君又搁洗一连，互妈妈看。哦，这够水诶，安尼就紧一领。吼，哪会感觉最后穿起来囡仔就亲像变大汉啊？会感觉吼，囡仔加大几落岁。是啊，毋过才1年啊尔呢。读国小吼，会感觉爱读真久。我等候上国中了后吼，日子就亲像飞共款哦。念咪哦，就要结婚生囝。大家嘛拢安尼讲。
阿君的姐姐打生4年，对阿君妈妈来讲，日子是比古咧蛇要更加慢，实在无法度体会亲像飞同款的日子。白衫、卡其衫拢爱2领，头家。哇！白衫敢若剩1领，另外1领爱搁等后礼拜才有货，买的人伤济，袂付补呢。就今年是上龄的囡仔要读小学，阮兜甲隔壁都有3个0年出世的囡仔，规个庄人毋知有偌济龙子甲龙女。是啊，就是安尼啊，人数比往年加足济，衫订无够。即阵阮兜就要全家出动，才有才调应付即波买制服的学生甲家长。对啊，我有看到连老头家都拢伫店里。以前我读册制服拢甲因买的呢。感谢头家娘一直照顾阮即间小店。阮即间制服店是咱店内开上久的哦。是啦，老二好啊。王太太，你嘛来买制服哦？是邓太太甲阿君，你嘛袂买哦？是啊，本来想讲互伊穿因姐姐以前的制服，也毋过阮阿君生做较细粒子，因姊会裙甲裤拢伤大领，只好全部拢来买新的。安尼哦，我是准备买白制服甲裙就好，囡仔大了紧，反正明年又搁爱买新的哦。两位头家娘，若烦恼囡仔大了紧，会当摕大一套的衫，安尼明年还会穿得。我看毋免啦，厝里已经有大一套的衫啊，照这寸尺摕就好。因阿嬷讲，这个囡仔细粒子，骹腿搁短，将来可能会真细汉。袂啦，即摆囡仔营养好，一定阁会悬起嚟的。放心啦，阿君的阿姊毋是比上年的囡仔较悬，阿君嘛会啦。希望是安尼。阮大家不时讲阿君袂大，听着真正会烦恼。老一辈拢安尼。阿美啊，你甲阿君妈妈讲，阿公拢安怎讲你的？阿公讲爱教10只牛才有才调甲我嫁出去哦。阿美是一个生做麻白又阁肥嫩，看起来真古水的查某囡仔。阿美遮尔古水可爱，毋免教牛，嘛有足侪人排队要约你。阿美甲阿君2个人是好朋友，自从有记忆以来，因就拢算做伙。我嘛感觉阿美足可爱。多谢阿君。刷落去，阿美的妈妈阿腰伫阿君的耳孔边细声讲：毋免管阿嬷讲啥物，阿君真水，你只要会记得这点就好哦。敢讲我是全校上矮，阿美是上大颗的。阿君想啊想，又阁想到买皮鞋的代志。头家娘，需要啥物鞋啊？我摕互你看。我买囡仔穿的乌皮鞋。即摆拢是呢。即双呢？即双有花草的，妹妹一定会介意哦。我介意。毋免有花草，素面的就好。头家甲迄双有细蕊花、花心还阁插一个孔水水的皮鞋下边啊。另外摕一双素面的小皮鞋互阿君。来，试即双看卖啊。阿君的骹套入去妈妈指定的乌皮鞋，毋过目睭煞一直咧想边仔迄双有细蕊花的皮鞋。妈妈，我介迄双。袂使。要素面的就好。阿君目睭偷偷甲妈妈撩一下，妈妈的表情看起来是：你若要拣迄双，你就知死。
阿君是幻想，乱情的声音变成催眠的节奏。伫滴答滴答的声音当中，阿君懵懵渺渺，渐渐困去。读册啊，读册啊！嘿，你足吵呢？我才袂吵咧，你若毋起来会袂赴哦。我才袂知道。阿君无插头，按伫棉照被内面的节节，赶紧起床，甲吊伫面床边仔的白衫甲拿裙穿起来，脚嘛像类似的白色袜仔，甲乌色的小皮鞋，甲放伫倒柜顶悬的红册包摕起来，对房间走出去。妈妈，妈妈，我要去读册啊！你遮尔早起床？今仔日第一天读册，袂使迟到。毋免急，时间要早咧，去叫姐姐起床。我已经起来啊啦。妈，阿君足吵，我本来也会当搁困一下啊。无要紧啦，较早起床真好啊，会当豆豆食早顿。人搁想要困。你哦，你第一天读册时，比阿君即马搁较早起床，甲妈妈早精神呢。敢有影？好，你家己吵着妈妈，搁敢讲我？你较吵啦！你啦，莫吵莫吵，食饱好准备去学校啊。阿君，要读册啊！哦，等我一下。莫急啦，无啊无啊。一年啊，拢是遐尼紧张。你哦，久笑闭无话，食饱紧去读册。阿君手牵阿美，两个人哪走哪算，对滨高道边仔的小路往学校的方向走。阿君手举阿美白尾仔下面迄双有细蕊花，花心阁插一个空的小皮鞋，足欣赏讲：阿美，你的皮足水的，阿君的lace鞋啊嘛足好看的，这是妈妈互我家己拣的。我介阿君的鞋啊，我介阿美的皮鞋。阿美，你看我的裙会使变做一个衣裤啊哦。阿君走来阿美的头前，学跳芭蕾舞的人揪一支骹生衣裤啊。我嘛会晓。阿美嘛对阿君辛苦揪一支骹生一个。阿美的衣裤啊足大呢，唉，袂使因头家讲我会穿较大的寸笑，所以我的裙比你的加足长的。我伤大个啊！安尼搁较像红仔册内面跳芭蕾女主角穿的裙呢。听阿君安尼形容，阿美郁卒的心情煞熊熊变好。我嘛感觉阮的底裙足像天鹅湖内底的女主角，敢真的？当然是真的啊！咱两个拢是芭蕾舞内底的女主角。两个查某囡仔伫路边手浪脚浪。是学校的钟声，咱迟到啊是无？系啊，一定是迟到啊！阮妈妈阁一直吩咐我袂使伫路地上。要安怎啊？要安怎？两个查某囡仔，一个做前，一个对后，用走的，对安静的小路走伫学校的方向。新的皮鞋磨甲两个人的脚起疼。不时停倒来，落一个仔骹后底，佮继续走。就安尼，念伊走，念伊停，哪行哪走。
一个红册包，一个黄册包，伫双人的身躯后海来海去，一时啊悬，一时啊低。今仔日的绘本故事广播剧《读册》是由吴静芳原作，罗家书吴静芳编剧，夏玉华台语校正。绘本朗读华语版林武静，台语版叶怡欣。剧中的人物甲声音演员：阿君阮彩莹演出，阿美阮诗婷演出，阿君的姐姐张艺英演出，阿君的妈妈尤惠美演出。阿美的妈妈吴惠仪演出，制服店的头家林瑞坤演出，鞋仔店的头家王家仁演出。空中好朋友收听的节目是江苏主持暖暖专门课。咱今年制作的主题是马哈故事绘本。足久以前有一间三合院，这本绘本内面有50几张画了足水又阁足可爱的图，嘛有文字来描写作者伫囡仔时代住伫庄卡的故事甲心情。空中好朋友若有想要得到这本绘本，请你赶紧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。只要帮咱写一份收听节目的文件，就会当参加绘本的抽奖。咱每一届会抽出8个至10个幸运的好朋友来赠送这本绘本。也咱后一届抽奖的时间是伫1月31号，请大家把握机会上咱专门课电台的网站来写文件抽绘本。电台网络的地址是 www.fm899.com.tw。若是记袂起来，嘛会当 Google 搜寻专门课电台，同款会当找到咱的网站，邀请大家做伙来参加。你看咧，真冷爽，水牛食草顺残花，乌树牛仔来做伴。脚车顶徛咧看关山，美丽岛，美丽的咱台湾。你看咧，雨丝香，暗顿吃白烟闪闪，五树山。故红的线，金石脚，月娘出遐顶。美丽岛，美丽岛，咱台